揾出形狀唔同嘅圖形，唔好偷懶啊！遊戲開始，三局兩勝制，藍方先。遊戲開始，黃色係地鼠，紅色係陷阱。揾晒所有綠色點嘅位置，請冚晒所有你見到嘅白色點。白線係忽略區邊界。專心啲，集中精神，睇住開場軌跡順序，跟開場軌跡順序行。踩到紅色陷阱啦！